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呢，我好想為我哋良友電台一位嘅聽眾，我哋為佢嘅需要祈禱。呢位聽眾叫蘇弟兄。蘇弟兄咁樣講：我係第3代嘅基督徒。細個嘅時候呢，媽媽呢聽良友電台，我又跟住聽。雖然聽唔明嘅，但係知道呢一個係一間講基督教嘅電台啊。媽媽呢都俾我講聖經嘅故事，所以呢，對於福音係深深地落喺我嘅心裏邊嘅。喺教會長大嘅我，對福音慢慢有咗一啲嘅認識。上中學之後呢，我被神完全嘅得着。隨後工作同基督嘅關係疏離，不過聽到詩歌，心裏呢就有一種莫名嘅親切感。感謝主耶穌，佢冇丟棄我，生命真正經歷到佢啦，先至感到原來自己係幾咁嘅虧欠。我立志為主而活，諗到你哋良友電台，就喺網路上搜索啦。聽到節目之後，倍加感恩。我哋一齊低頭為蘇弟兄祈禱啊！天父，我哋多謝你，讓蘇弟兄至少就認識你。雖然佢生命經歷一啲嘅波折，但係你嘅引導一直嚟到去帶領住佢成長。我哋求你繼續幫助弟兄，佢願意為你而活。求神你透過我哋良友電台嘅節目，繼續陪伴住佢，建立佢嘅生命，讓佢嘅生命繼續成長進深。我哋同心嘅禱告，仰望交託，奉主耶穌基督名，阿門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，下個禮拜繼續約你哋一齊去守望神州，唔好俾佢停。拜拜。